太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下课与交通接送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伯妹，点是实体忙？实体咯。你要准备转屋卡咯？好啊，要转屋卡咯。送茶前，大家要记得先喜爱偏手，半路站唔会尿出咯。好。坐铁병茶路你家先来。迄铁병茶嘛，我上爱做第二转屋卡，土顺呢。阿姨，嘿啊，唔系铁병茶。我迄铁병茶嘛。阿姨，你看无赶时间，老人安排多天铁병茶。好，我知咧。好，坐对병茶路人家，你要准备坐茶转路，记得做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列。好。天天来行，我突然就还有坐茶的。好。大家听人讲，你要做下茶顺序坐上茶，最尾下茶坐最底杯，所以铁咧上茶。好。建议下茶人坐东江，最先下茶人坐nor杯，所以最尾站上茶。好。好。我不卡最热，我最尾下茶，我先上茶坐最底杯。我天应该下茶，我坐东岸。我坐nor杯，所以最尾站上茶。小阿姨，你先上茶，我生意哦，无靠多头拿。大家都坐好嘛？坐嘞。上茶后我插好安全带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哦，太好嘞！全部插好嘞，司机先生早点出发咯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四线腔调。搭车前，招服员提醒大家先去上厕所，会说：上车前大家要记得先上厕所。送茶前，大家要记得先去偏手。送茶前，大家要记得先去偏手。招服员提醒大家拿好自己的物品，到门口排队，会说：记得穿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队。记得做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列。记得做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列。照服员要依照座位安排上车的顺序，会说：最后下车的人坐最里面，所以要第一个上车。最尾下茶的坐最底杯，所以要替佢上茶。最尾下茶的坐最底杯，所以要替佢上茶。安排上车的顺序也可以这样说：最先下车的人坐外侧，所以最后再上车。最先下茶的坐外杯，所以最尾才上茶。最先下茶的坐外杯，所以最尾才上茶。照服员叮咛学员上下车要注意安全，会提醒说要小心，不要撞到头。爱生意唔好靠倒跳拿，爱生意唔好靠倒跳拿。最后提醒大家绑好安全带，会说要系好安全带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爱戴好安全带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爱戴好安全带，
保护大家的安全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搭车前，照服员提醒大家先去上厕所，会说：上车前大家要记得先上厕所。上车前大家要记得洗一片手。上车前大家要记得洗一片手。照服员提醒大家拿好自己的物品，到门口排队，会说：记得穿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队。记得做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列。记得做好外套，拿好书包，到门口排列。照服员要依照座位安排上车的顺序，会说：最后下车的人坐最里面，所以要第一个上车。最尾下车的坐最底部，所以要第一个上车。最尾下车的坐最底部，所以要第一个上车。安排上车的顺序也可以这样说：最先下车的人坐外侧，所以最后再上车。最先下车的坐后背，所以最尾才上车。最先下车的坐后背，所以最尾才上车。照服员叮咛学员上下车要注意安全，会提醒说要小心，不要撞到头。会生意哦，唔好靠倒跳呢。会生意哦，唔好靠倒跳呢。最后提醒大家绑好安全带，会说要系好安全带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会戴好安全带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会戴好安全带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